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20年前的921大地震，甲台湾伤济的是真正力，2415个人死亡，有134个囡仔伫一夜之间失去父母。伫亲友甲社工的帮忙下，因慢慢大汉。20年后，有家己的家庭甲事业，但是想到父母也是真思念，目屎嘛是一直流。这群囡仔把这一切当作是成长的动力。 努力活出着家己，嘛要甲大家讲，因即摆拢过甲真好。每一个错的事情，其实我都会想到妈妈。对，我一定要把自己，就是我要做一个好孩子。 一想到老母的慈爱甲温暖，20年的思念之情溢上心肝头。老家文目屎止袂掉，嘛感谢老母，甲伊教甲真好。以前的话来不及兑现，可是我可以用现在去证明，至少我没有把心变坏。 老家文看到专家学的相片，老爸老母同款真少年，伊是4个囡仔内面排第3。地震造成台里金巴黎厝倒去，伊毋但失去正脚，更加失去父母、大姐甲小弟。迄年伊11岁。住院的那期间，有梦到一次，就是我们就说今天是母亲节，那我就送你康乃馨，我们就抱在一起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妈妈身上是有体温的。 地震后，老高文甲二姐对阿嬷做伙大，我靠画图创作疗伤，将对亲人的思念寄托伫作品中。其实当下也没有特别想，就是只想要温暖这个东西。因为我在画的时候，我会完全放空，你就会很去听到你内心的话。老高文的画作以囡仔甲亲人为主，充满囡仔的趣味嘛，互人温暖。这个叫梦梦龙，这就是一个龙，尾巴，然后小朋友2个在这里。 他们是坐着这一只。我会去做演讲的时候啊，跟他们玩游戏，就玩什么游戏？就是说长大后的我跟小时候的我哪里不一样？透过微电剧、媒介演讲，老家文分享成长之路，一到家卡笑容真灿烂，感谢天公伯啊，给伊这款人生的课题。所以我一直很谢谢，就是爱那个陪伴的那个人很重要。 对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可能也没有办法体会到，就是说要学会感恩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说老天说有没有给我失去什么？没有，因为那是成长过程。地震嘛，伫南投中寮造成严重的灾情，当时教会柯凯祥厝内透天厝倒去，爸母甲大兄落楼骹开铁门，爱甲姐姐留伫2楼，想不到就安尼天人永隔。 当然是没办法接受，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梦吧。可能哪一天梦醒了，可能爸妈他们又会回来了。规个火啊，伫咧旧厝翕相，相片内面柯凯祥笑甲真灿烂，淹过一张地澗，花袂输落入去噩梦。伊甲姐姐对外妈搬离开伤心地，伫新环境，同学阁无法度接受因。他们说啊，你这个没有爸妈的学生这样，那时候觉得会比较失落。 对，为什么别人的家庭都正常的？本性乐观的柯凯祥，无因为安尼被拍倒去，伊面对一切，决定和时间来治疗空嘴。也没办法改变什么，就顺其自然，坚持住，时间过了之后，就是一切都会好转。脱离阴霾，柯凯祥找到另外一半，成家立业，有囡仔，2个月的4人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。 这里到这里就是他们在睡觉的地方，树的地方刚好是他们死的地方。对于新社老厝倒去的所在，阿生过去因老爸老母当时被大的为921地震，全台湾有134个囡仔失去双亲，小小的心灵对着这大的变化，互因的心思特别细致敏感。之后，其实我是被阿姨带到他们的家里去生活，可能跟弟弟妹妹吵架的状况。 会有一些偏袒啊，就会觉得说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小孩，自己的每一滴眼泪其实都有想要说的故事跟想要说的话，不要去把这些的情绪刻意的用压抑的方式。透过亲戚朋友甲社工的协助，这群囡仔大汉了后拍拼活出家庭，写有你真好，因感谢一路陪伴因行过来的人，看活一个世代岁月
迈向人生新的阶段，不再伤心，而是怀着感恩的心。